各位姊妹大家早平安，真感谢主，咱搁一遍伫主的面前同心自执甲敬拜。这礼拜因为疫情开始，搁有一点紧张吼。检测有的兄弟安尼有心情上的影响，但是咱南台湾吼，目前是还搁稳定啦吼，看大家生活作息拢真正常。毋过咱拢是爱较细致吼。咱讲细致无死本啦，咱大家尽量会当继续维持咱家己迄个卫生的习惯吼。咱口罩吼，拢挂条安尼。那照这专家讲法吼，咱口罩挂已经足惯势啊。颠倒咱爱较注意的是咱的手吼，因为咱手无可能讲拢无接触物件，所以你若讲加。阁有迄个酒精吼，伫身躯边别人若黑白摸我毋倒去摸着，但是我若要接触我的面、我的手，我要食物件，我手清气，安尼迄个感染的机会就减少。这也是咱大家互相伫鼓励勉励的所在。咱真正感谢主，会通有缘伫即个疫情的进行中间，咱拢无受阻挡，大家人嘛真已经非常的适应。伫遮做聚会，挂口罩来聚会，这是上帝给咱的恩典。我有听去美国迄边的朋友，讲已经1年无去礼拜堂啊，1年呢，嘛有诶吼，像牧师徛到讲台圣餐下骹拢无人，讲恁住厝吼做圣餐安尼。所以咱实在是爱有感恩的心，你就感觉来遮聚会吼，是全世界上幸福的人啊。这是真正爱感恩。若有迄种感恩的心哦，你逐项代志感觉讲哇，这足有意义吼。若无吼，你讲这也无方便，迄也无方便，袂当去佚佗，袂当出国，哇，较嫌嘛嫌袂了。这是咱基督徒一个看见上帝伫咱中间做工，会晓看见敏锐看见上帝的祝福。咱真正大家为着这防疫人员祈祷，伊毋是条工去要感染着，伊去照顾病人才感染着啊。咱应该替因祈祷，互因勇敢壮大，会当赶紧甲即波吼。较早咱已经足侪经验啊，我相信咱即边有会当足顺遂来渡过难关啦吼。咱大家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疼、恩待特别的看顾。阮伫台湾逐所在，阮有缘会当公开自执，伫你的面前。同心敬拜，这是世界真侪所在无法度的恩典，帮助阮用感恩的心来自执，阮就要领受更较大的祝福。主啊，阮也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学习，因为阮知你的话，阮毋若是听，是去隐秘去行，阮就看见主你的恩典甲祝福，要伫阮中间来成就。愿你的平安甲阮三甲伫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我要线接，咱伫年初教会要推动几项的圣工，用讲道、用圣经来甲咱做伙来分享，也是讲来做伙来交换咱教会伫即个建造教会意向顶面几项重要的事项。咱今仔日要来分享小组的事工，甲文道的建造的关系。小组是安怎伫现代人会甲来看重？以前咱都毋捌听过小组，咱的小组已经经过安尼20-30档啊呢，还阁好亲像有一寡所在，好像迄个关节也未拍通的感觉吼。牧师要通过圣经的话，甲迄个实际运用，甲咱三甲学习。这段经文看起来甲小组无啥关系啦吼，但你注意看哦，耶稣出去伫山里祈祷，讲汤米甲主求，伊要求讨什么？伊要求讨上帝，互伊找到适合的同工啦。伊要上帝，互伊找到一阵会当甲伊做伙忠心服侍主的门徒。伊选几个呢？选12个。咱若知影这个门徒的背景，咱就真清楚。耶稣毋是公开吼，亲像现在吼人力银行吼，讲我要需要什么人才，是几公分的几岁无啦。
伊就是靠圣神的感动，遮个人就是伊要操练的，是欢喜军队的人，毋是咧敬伊的身份甲地位。所以中间经12个，你注意看哦，天光的时，伊叫门徒来，伫因中间选12个，安尼表示什么？对的，敢知12个？毋拉啦吼，毋拉12个啦，至少比12个较侪，毋知加几倍。但是伊就是经12个，这真做咱今仔日吼，今仔日咱伫教会中间咧推动即个小组，推动小组一个原型。原型的意思就是小组是用12个做一个基本的数字。耶稣甲即阵门徒的小组吼，毋是一礼拜聚会一届啦。耶稣甲门徒聚会什么时间？是做伙生活，做伙食，做伙住。伊就是用这个做模范，来互后代所有的主的学生知影讲，我虽然来自各行各业、无共款的背景，总是我甲恁做伙是一家人，是你属灵的家庭内底。啊，这个家庭12个，无济也无少，啊，感觉大家斗阵作秀咯。这是咱今仔日在推动这个小组事工，是安怎要用这个做标准的？以主耶稣的模范，互咱真好的学习。但这个名，检测咱有真侪人读圣经咧背圣经，甲这个名背，无一定全部背了啦吼。这个名咱就家己来看，甚至连这个要出卖伊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嘛甲选入来，啊表示讲耶稣伊无分彼此，无经伊家己感觉讲什么较优秀的，毋是，是经一阵平凡的人来塑造因啦。第二段经文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4章20到40，伊伫遮咧甲咱讲一个精神，吼，讲一个精神，讲凡事着谦卑、温柔、忍耐、用听、互相宽容。保罗讲凡事啦，吼，迄若讲一半项啊，叫我安尼做，我阁袂晓爱讲凡事。安尼基督徒咧甲咱讲什么意思？保罗甲咱讲意思，你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啦，一个基督徒操练的一个标准。凡事着谦卑，着温柔，着吞忍，啊，着用听互相宽容。啊，搁哪啦？用和平互相联系。啊，这保罗讲的这话拢，人讲句句良言呐，金句良言。这个谦卑、温柔、吞忍、听。这是你个人的操持啦，你家己的一个装备，你家己一个特色，你家己一个磨练，然后是用和平的方法，就是咱基督徒在甲人斗阵、甲人互动、甲人盘烂吼，无用迄个强势啦，无用迄个压力啦，无用迄个大声哨啦，是用和平互相安尼来联系，用迄个和平的方法，互伊安尼念甲调，毋是强制。毋是扭起来，是用和平，讲要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所以人毋是用强制力，毋是兄弟姊妹你来，我强甲你扭做伙，啊你就要做伙，是用和平甲你互相互动。啊，这是咧讲到小组的精神啦，小组咧运用的是咧最高的指标。无论你办什么款的活动，这款的精神，就是伫你的小组内面好好来运用。因为保罗用这个的出发点是伫第4节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神只有一位，因为上帝召咱要得到愿望的也是一个。保罗咧甲咱提醒，咱伫基督内面是一个身躯，这个身躯的概念啊。保罗甲咱提醒的是，伫主的内面，伫主的圣会嘛是一体。所以咱若假使有啥物安尼硬约，有啥物款的软弱困难，咱毋通想讲这拢别人的责任，甲我无关系，拢是你毋对，安尼就永远这个肢体就袂当承接啊。保罗伫哥林多的所在嘛讲真多啊，所以
一个是小组的外壳，一个是小组的内涵，要互咱三甲来学习啦。兄弟姊妹，是安那咱要推动小组事工，要请咱大家听牧师的一寡说明，互咱知影讲，像2礼拜前牧师讲起，毋是咱要用强制的方法，是要甲你报讲小组的原型是伫学习耶稣甲学生的关系。咱逐个人认真咧研究圣经，咱认真讲要做一个基督徒，咱认真讲要做主耶稣基督所听的百姓。咱到底安怎做？哪会当照圣经？哪会当照耶稣的模式？毋是咱学耶稣上好的方法吗？安尼，毋是讲安尼做到偌济、偌高、偌厉害，是因为安尼咱才会当享受到上帝所予咱迄个上大的恩赐、甲恩典、甲祝福，敢毋是？所以咱伫2礼拜前有听过2位同工的见证，咱嘛有讲起这2个主题啦。伊小组会产生快乐，咱有读过圣经讲2个人总比1个人较好，3个的数扭袂长，这是这个咧讲起的团结的力。第二是咱咧营造一个性家庭的温暖，因为咱伫主的内面是一家人，伫主的内面是一家人，迄个一家人当然有真侪关节来拍通啦。咱常常讲我伫我的家我出世的家，我的肉体的家庭，我都袂敬一个。好歹都已经拄着啊啦，较吞润嘛爱过啊，但是呢，咱这性家庭是大家同款的心思意念，同款的信仰，同款的圣经的教导，要甲你操作伙，迄就无遐简单啊，都毋是甲你诱来就有法度啊。所以呢，咱有迄个家庭的概念，知影是圣的家庭，是主温暖的性家庭，我要伫迄个中间。毋是讲你要贡献什么啦，是你要去甘着伫主的内面一家人的滋味。大家人拢爱幸福，大家人拢爱受祝福，大家人受关怀，大家人拢爱受到鼓励造就。透过这个，咱才通领受到迄个祝福。所以这是咱伫圣经内面所得到学习。各位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照我所了解，推动小组。已经15档啊咧，咧过足紧吼。其实咱教会现在这个形体，毋管你满意也无满意也是讲你对头到尾参加到遮，你拢有慢慢啊看过伊的改变，一阶段一阶段一阶段，对45年前到现在，你拢看会到咱也无特别讲夸张，毋过咱拢会当了解，就是。咱伫2005年开始，咱教会进行转型。伫当时蔡牧师来牧会1、2档了后，甲这同工开始推动生命小组，目的是讲要用生命影响生命。而小组大家互动才会亲密，彼此相联系，然后慢慢咱逐步将团契聚会转化做小组的聚会。这是咱教会。这个推动的一个简单的历史啦，那咱教会伫这个推动小组中间配套2个真重要，会当讲是足革命性的事工，就是用小组来牧养。毋是早前，我会记得，我迄阵已经15档前，牧师已经无伫遮离开啊。我伫2002年离开咱福强教会，迄个阵咱的教会。达150几个，50-60个，对于老到少年，大家拢熟悉一个礼拜煞，大家伫迄个大亭，大家你我，大家拢称呼招呼欢喜甲。这才积水的甘甜啦。牧师伫44周年诶庆祝的中间已经讲起，但咱当然会当继续保持迄款安尼小而美毋过。既然圣神互咱的旨意是讲，你爱往照顾更较侪百姓的角度去，咱就爱学习讲，我毋是要开，毋是要开迄个杂货仔店啦，我开一间小间店。上帝爱我
开阔这个场域，爱较侪人做伙来富强教会领受祝福。安尼咱袂使讲歹势，阮的名额满吼，阮就是要安尼就好吼，请你去别位啦，歹势，阮兜无位啊，阮的店无位啊，咱袂使安尼啊。上帝讲你爱开阔，所以兄弟姊妹你会注意到无？咱10当前开始建堂，应该是10几当啊吼，迄个时阵开始推动建堂呢。是安那上帝要甲咱备办即个所在起，佫备办地下室互咱。你敢毋想讲150几个有需要无？150几个有需要遐大无？你即使你有钱，敢有需要遐济？这拢上帝奇妙的意思呢？上帝讲来啦，即块地互你，讲我著种小块就好，种有够食就好。阮妈妈吼，伊老啊吼80几岁啊，伊著爱种物件，伊讲无叮当足艰苦安尼吼。所以吼，虽然棺材拢已经换新的啊吼，换人工的，毋过伊阮爸爸嘛是爱伫迄个厝边吼，一点仔远啊，毋免行伤远啊，种点仔菜，皮蚵吼，种菜冬天才种会好势。种迄高丽菜哦，一粒大粒，吼，迄像一个轮胎安尼哦，差不多乌多巴的轮胎啦，无遐夸张啦，毋是拖拉机的轮胎啦，吼。伊安尼偌甘心的，迄高丽菜若一斤吼，若即阵现在几十箍啊尔吼，有诶较细粒的较才20箍，伊专工哦寄滚啊粒来，专工寄去高雄叫我落去摕，我讲我油钱嘛无够安尼啦。重点是啥物呢？我咧讲，阮是大人，伊感觉讲我无叮当，感觉讲足无意思啊，所以就伫园仔边种几啊菜，家己人食。种拄大出的时阵，就分享互这囝儿安尼。我咧讲上帝，若讲叫咱安尼有哪伫厝边种几啊菜，安尼嘛袂歹啦，足温馨吼。但是我有发觉到讲，上帝看见咱有迄个承担，上帝互你我大家有迄个任务，讲是恁兜安尼就好啊吗？厝边隔壁你路车开出去一大堆人，因咧追求生命的真理，你敢无顾着因吗？你敢无顾着因的需要吗？所以咱教会是因为即款的观念。即款的领受，所以咱要用小组。小组的目的，毋是要表现利益，小组的目的是为着要看见百姓的需要，是要操练门徒来开阔上帝国。这是咱定来听的挂菜籽的譬喻啦，野种子的譬喻是安一粒种子会当变做100倍。这拢是上帝国的原理啊！你讲牧师啊，我都有咧读圣经，即款就是原理嘛，一个确定的原理嘛。所以咱的教会是对这开始来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小组牧养、华语礼拜，咱开始反转，嘛开始进行咱整个中间的事工。所以若要讲这个阶段，咱毋敢讲过来上帝的意思是啥物？咱咧找求啦，但是会使讲是对咱差不多设到30年了后，上帝给咱第2阶段的任务。所以有人会怀念嘛，怀念讲牧师啊，迄阵吼，咱礼拜三吼，大家看看咧，牧师馆当作灶骹，大家入去内底欢喜甲，我嘛足爱啊。只要人做起来吼，牧师馆底袂落啊，咱用小组。小组有愿继续这个美好的联系啦。牧区有愿是像较早一间小小的教会100几个迄种的温暖甲丰盛，只是咱小可观念小可甲转一下啊。我小可眼光看较无共款的，你会感觉讲迄个本质拢无变，伊拄则咱读的以弗所书共款咧甲咱讲。咱是用这个书让做咱一个领导。好，咱要简单来讲这个圣经的原理。这是圣经
小组是圣经上真合圣经的教导，咱毋是讲上完全啦，但是伊真符合圣经的教导。咱拄则有讲起着耶稣甲12个学生，另外一个模范，也是讲一个典范，就是摩西奉上帝的意思来设立十夫长，做领导百姓上基本的单位来看出来。摩西因为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去，哇，无用啊，无用试查，东也要无用，西也要无用，大小拢要插伊，拢要吹伊啦。所以上帝通过叶忒罗甲伊的囝婿讲，你著安尼做。这是咱圣经内面一个组织，一个组织建造的一个原型。配合耶稣，拢是12，拢大概是这个数字吼。这段经文安尼讲，讲也对百姓的中间敬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懒散、万分无不义的钱迄号人，设立因做百姓的士大。有诶管1000人，有诶管100人，有诶管50人，有诶管10人。这吼，甲今仔日军队诶组织嘛要类似，对毋对？当时伫迄个旷野会当有安尼，摩西只要甲这千夫长，大家会议通过，代志都足顺遂啊。因为千夫长去甲迄10个百夫长来传达，10个百夫长去甲50夫长来传达吼，有搁甲10个人的迄上基本单位。咱知现在做兵嘛是共款，一班9条好汉安怎？在班加班长是10个，所以这事实是学着摩西的标准啦。这个就是讲，你若外形的组织，伊就是安尼讲，但是这位耶稣亲自培养12个门徒。咱知影12个门徒有一个故事，虽然无直接的关联啦。伫迄个昨昏的即个门徒经迄个专人经训中间，咱的贾牧师有咧勉励这个心爱的兄弟讲，咱来踊跃来促成咱即个祈祷会，会当亲像当时马可楼初代教会马可楼有120个，120个做伙同心祈祷。这是一个恩典的数字啦。有人就甲称呼讲，耶稣原来12个门徒，后来耶稣上天了后，门徒开始咧推展圣工，可能一个带10个咧，所以变120个，对无？一个带10个，迄个模型就是对遮做一个咱上界简单详细明了的参考。咱若看见讲保罗，伊用小组的团队来传福音，保罗捌甲古来团队做伙啦，甲西拉甲巴拉巴，嘛甲马可，因做伙出去，伊无家己一个单打独斗。所以这个拢是真做咱真正好的参考，毋是咱后白想的也是上讲咱就学位，毋是。第二项是咱要推动小组事工，这是现代化的教会主流的事工，是公认对教士成长有帮助的运动。拄则我有讲起，咱嘛会使选择20年前咱原来教会的模式，大家你我大家拢足熟悉足好，大家斗阵真好过日。但是，就好亲像咱咧做生意，都有新的工、新的商机要互你，你讲这毋免，我无爱做，我做这就好。佫何况这是救人的工。咱若讲抬头的生意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啦，抬头的生意有人要做。这是得到人的生意，得到灵魂的生意毋是你要做毋做啦，是耶稣讲你的确都爱做，上帝讲你都爱做。若上帝爱做咱佫有啥物理由？足侪理由无啦。所以教士成长是对小组的事工开始。而你拢知影，咱台湾的教会演变早前的宣教师伊偌拍拼偌认真，早前的宣教一个特色是家族性的信仰，家族性的信主。
我的故乡，我的时代，我的阿祖因迄代信主，是因为有一个节祖行神者嘛。啊，迄个八祖讲好，咱全家拢来信。啊，五常拄拄的，全家就对来啊。啊，免问讲你要信毋信啦？吼，较早是族长式的信仰，较早庄脚是一家若时代信吼，无人讲毋啦。即嘛无共款啊吼。今日咱在座吼，无咧讲啥物人哦。咱爸爸妈妈来信耶稣，恁囝敢一定要对你来。啊，所以早前的教士的成长是透过医疗团队，透过家长的迄个权威啦，嘛毋是讲权威，就家长都带头啊，人个对啊。啊，所以原住民是安那，对南到北所有的部落拢信主，吼，讲这20世纪的新约，意思是。遮个部落的领袖讲，咱来信耶稣，啊就信耶稣。但是今仔日毋是啦，今仔日市内即马个人化足强的，吼，啥物人要听你的？所以是安那要用小组，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咱无透过小组，咱袂当深入去接触一个人的灵魂。但举一个例，韩国出名的纯福音教会是全世界上大的教会，因是推动小组的先驱啦。因每一个礼拜哦，有几万的小组在进行，意思是几万的牧师在培养因的信徒，毋是干那调用义牧师啊。现在李永新牧师是因家己小组长拢得到好的操练，然后遵照这个经节啊，这个内容、这个主题、这个讨论的物件。因当时几万个在进行，伫各地、伫家庭同步运作，所以因叫做上大的教会，全世界上大的教会。但是卖使讲是上小的教会，因为一个小组就伫遐咧运作。啊，牧师伫高雄的时代去参观几啊遍的顺福音教会，啊，阮拢会受安排哦，拜五、早起、日四，有一寡姊妹的小组伫伊的厝咧举行，啊，所以阮有机会去入。韩国人的厝哦，迄厝吼足细间啦，无咱遐水啦，无咱台湾遐水啦。啊，但是咧，因迄原来是迄公务式啊入去，啊涂骹拢厝，因为因咧寒人嘛，啊下涂骹吼，其实下骹有迄个烘烧的吼，啊逐个拢用坐，韩国人咧用坐坐涂骹就对啦。啊，伫遐吟诗祈祷，啊我看迄个小组长。嘛毋是讲好啊，足有讲道的牧师，迄像牧师徛伫内顶讲，伊嘛是招大家，啊，大家斗阵足快乐。啊，阮2、3个去哦，去参加，算代表分组去参加就对啦。啊，毋捌听，也不晓听伊的话，啊，毋过大家就爱笑容、摊头喜面安尼，啊，做伙聚会煞，互相交换礼物，哦，啊，就留落足好的印象。啊，我听起来是讲，阮去一组，爱全迄个首尔。啊，全国家各地分会有几万的小组咧进行，啊，同时咧运作。所以，佫一项要甲兄弟参考的是，拄则我讲，较早传福音是家族性的、家庭性的，啊，即摆因为都市化，你我大家拢独立的一个家庭，独立的一个单位，所以小组事工是工商都市啦，工商化的都市型的教会。要取代补足较早农村家族型的教会，有效的牧养的关顾的方式啦。这是为何咱要推动小组的原因。因为即位你听起来是讲啊，这标题看无啥有啦。我讲一个例就好吼。较早，咱用基督徒的家庭来讲，我伫即个庄脚的教会做礼拜，等于到厝，有阿公。伊会讲来，永暗食饭吧，大家来家庭礼拜，有无？有咧家庭礼拜无？有啦。啊，所以呢，因拢有家庭聚会啊，因为家族性，大家少少就活来啊。有样是礼拜煞啊，迄阵哦，灯火啊无足多的时阵，就用点灯啊、油灯啊火伫遐来礼拜咧。啊，所以兄弟姊妹，较早若要讲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小组，安尼听有意思无？较早的小组是伫厝里啦，是伫家庭内底。好，小组的重要是讲啊，我著拄着困难的事，我著拄着烦恼的事，我著拄着真侪安尼无顺遂的事。
你的厝边隔壁拢是你的亲人，会甲你关心，会替你祈祷。因为咱遮大家拢知啦，所以较早咱伫庄骹吼，无啥物秘密对毋对？隔壁厝冤家吼，你免动啦，都，所以遐较早的妈妈拢会吼，伫边仔吼出来，因为毋免动，啊，大家都来甲你安慰啊，吼，啊是先生生气，啊大细声安尼。所以意思是讲，较早伫庄骹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因就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小组，有牧养嘛，有做礼拜，有做祈祷嘛，对毋对？有关怀嘛，因为时代过时岁嘛，关心嘛，啊阿哥、阿姨、阿叔拢做伙嘛，啊所以呢，较早的教会想讲，啊咱伫家庭内底，啊就规家拢做伙真好啊吼，啊是毋是来参加团契？用属性的，有少年，有夫妇，有即个妇女，有青年，啊有圣歌队，而且佫加增加遮个活动，互因去啊有厝内的小组，佫有伫迄个啊无共款的团契，啊来共款年龄的做伙欢喜，做伙学习。啊，所以迄个团契是安尼来形成的，用年龄，也是用迄个一个阶层。啊，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即个家族性的家庭已经破线嘛。若无你今日应该是伫庄骹的所在，你的家族啊，我的故乡是伫平湖啊，我会转去遐，但是我无法度啊，我的亲人拢无伫身躯边啊。啊，所以我需要小组，正取代迄个大家庭的意思。所以需要牧养，需要关怀，是因为安尼。啊，若无吼，一间礼拜堂遐侪人，你家己有拄着困难，你毋知影要甲谁讲。啊，所以较早牧师专门咧接电话。较早吼，咱还无手机的时阵吼，牧师拢会准备透早，有人会敲电话来，因为伊有烦恼啊，爱牧师祈祷啊。即嘛毋是无啦，但足少啊，因为伊的问题，伊会先甲小组长讲。啊，牧师才煞接讲，即个有需要进一步来关怀。啊，所以伊即个功能就发挥啊，因为因所有的关怀运作，毋免针对牧师一个，是正小组长、区长有一个足水的系统咧关怀。过来，小组事工会当培养现代基督徒的领袖，发掘更较侪合主心意的侍奉者。对像我有讲过。小组无啥物款神秘啦，小组就是有迄个愿意委身的小组长，安就会成功啊。这个小组长代替较早的家长，安尼听有吼？较早阿公阿嬷来带头做家庭礼拜，即嘛毋是咱拜托这个小组长，所以咱遮有参加小组的人，拢会晓讲一句话，伊讲叫做主爸、佮主妈，迄毋是乌白讲的呢，迄就是咧。甲较早血缘性的家庭，现在变做属灵性的家庭嘛，圣神所高抹的家庭嘛，啊，所以这个人伊爱受起造，有为父为母的心，我有服侍主的心，安尼才做会起来。啊，所以一面有小组，你若无温度训练领袖，这个小组是假的，是空的，是名义的尔吼。过来，小组事工是传福音极有效的方式。因为你想一个家庭足温暖、足亲切，所以咱透过小组带人来到参加聚会信耶稣。我知影讲，咱过去，咱3年前开始推动幸福小组是一较组织性的传福音啦。但是咱真侪同工咧报告，咱教会进步、教室增加、会友增加，拢是透过小组来牧养新会友。咱讲有新朋友关怀团队，现在有几啊位。即同工伫后壁面咧关心，讲咱现在有甚物新朋友来，随时甲你关心，啊，毋是关心了就煞，甲你介绍较适合你的小组，请即个主爸甲你牧养，请即个主爸主妈甲你照顾，甲你关心，啊，所以伊就欢喜留落来，因为足侪会友咧见证，新会咧见证讲啊，我就感觉富强教会真温暖咧，有人甲我关心，有人甲我招呼啦，你看。差就差伫遮，兄弟姊妹，更较要紧的是呢，这个小组吼，小组的事工通过这个会当甲人留落来，
因为我毋是一阵闹热，你我无熟悉，我就走啊。因为有人在关心你。咱知影讲人多吼，无一定闹热哦，是人少的时阵，有人咧关心你，安尼较重要。所以呢，咱的教会因为安尼，就伫这10年来有真大的反转甲进步。这是咱真方便、真好的方式。带人信耶稣的方式，老人落来的方式。所以兄弟姊妹，小组时间甲健康的教会是结连的。第一，小组长会当互信徒灵命受造就，会当平均来培养造就会友的信仰，加做健康的基督徒。我相信有参加小组的人拢知影，今仔日听牧师讲道，有可能牧师讲一句唔对吼，人小组会阁甲牧师讲，牧师你讲一句错掉了，名唔对去哦，因为因有在讨论嘛。所以圣经的话，唔是干那牧师伫遮听就过后。伫小组内面，阁摕起来参考，到底这对我有啥物帮助？这话语对我有啥物学习？这圣经我有啥物所在无清楚？随时小组长，随时同工较资深的会友，会当甲你做解释。安尼是毋是增加你对圣经的认识呢？小组长大家也阁互相勉励呢？你今日有祈祷无？有的小组拢有连结哦，一个时间同时祈祷啊。所以你看即款的造就，敢毋是变？咱以早咱做礼拜，就来礼拜日来做礼拜，转去，拢无关系啊。后礼拜会记会当过来安尼。你看差偌济，迄温度的操练，甲造就看伊的品质吼，迄个灵性的增加是偌好。所以即个教会才会进步啊。第二，小组时间是信徒沟通上好的管道啦。联系关心，特别现在有迄个群组吼，迄足方便的。一个讲落去，大家都活来啊！咱教会吼真侪小组长做啊足够，你敢知影？有的会友破病吼，去看医生，有的去住院去开刀呢。咱怎？亲人厝内亲人无几个啦，有的上班，有的无闲啦。远亲啦，遐远啦，远水救不了近火啦。咱的小组长啊，同工吼，煮鱼汤去互食。代替伊的亲人照顾，若无小组做袂到。你讲牧师来煮鱼汤好无？遐侪人去住院，我是要哪送啊？这就是伊的小组的一个关怀的管道，沟通的管道，会当关怀每一位。所以呢，新会友较软弱、较无不足的是，伊会当家己关心，因为这个人毋是。专职的，就是讲领薪水的，但是伊欢喜服侍主。第三，小组时间会当有效训练会友分享讨论圣经的信息，消除平日听主这个讲道了无法当回应的缺点。牧师无法当讲，咱礼拜三吼，请问才走哦，牧师徛伫遮，互你问哈吼。讲牧师这我无了解，圣经我无清楚，是会使一啦。像这若会友20-30个会使。人多就无法度，但小组长有法度通发挥这个功能。有疑问，也是你有无共款的看见，咱通过这个大纲内底有一寡讨论问题，拢会当去找到好的解答安尼。过来，小组时间是教会成长的原动力。今仔日咱知影讲，台湾教会上兴旺、上有传福音动力的、服侍效果上好的教会，拢推动小组时间，兄弟姊妹。本来咱听到北部开始有迄个疫情啦，我有咧联络小会讲，是毋是咱爱恢复量体温，阁喷酒精因为咱大家筹备袂赴，咱南部都阁稳定，所以暂时无随时实施啦。但是进前旧年咱前3个月3月到6月，拢有一阵小组会同工咧甲你量体温对无？咧甲你喷即个酒精对无？这拢是小组的时间呢，因随叫就随活来哦。你若讲牧师讲来哦，有人要参加这无？有人要做迄无？我问2礼拜，阁问无人啦。但小组随叫人就来啊，因为因拢有组织，组织效果足好，所以拢是推动小组时间的要紧。最后牧师要分享讲，是安怎小组甲温度训练有关系？因为等于就是
教会除了全职少数的牧者、全职的同工以外，就有一阵欢喜为心，伊伫家己的事业工作本来就足无用啊，但是伊有法度人献身，野外的时间诚做献祭给上帝，啊，所以伊欢喜受文道的造就，诚做一个小组的组长同工，啊，所以教会运作有效的关键是在伫完备的文道建造。所以这是两项袂当分的啦。讲啊，咱来分小组，咱若几百个啦，分的嘛足好分啦。问题是讲，你有适合的小组长无？即几年牧师有发现讲，咱的教会小组咧扩展吼，区分区，啊个分牧区，个分小组，其中若发觉讲，好亲像也无备办好吼，毋是无人啦，毋是无组员啦，是无小组长，无一个委实的小组长，咱就毋敢分啦。啊，所以有文道建造，才会当互伊独当一面，互伊负责任，互伊欢喜为心，这是咱关键伫遮。所以文道训练的系统，咱的教会伫即2冬开始运用一个文道学校、文道大学，伊的训练是安尼：第一，学耶稣的样式，学习耶稣做人。耶稣安怎做，咱就对伊做；搁学习耶稣做代志。搁来，文道训练的第2个重点是用福音上做上悬的价值，就是营造迄个传福音的文化。伊是咱要训练会友，成做一个受造就的人。要怎造就？是要学啥人做模范？毋是学名人，也是学迄个牛人，也是什么政治领袖？咱就是学耶稣，耶稣上标准，也学耶稣做人甲做代志。第二，咱照耶稣的模样，伊的命令叫咱来传福音。做人就是有耶稣基督的信仰啦、灵性、品格甲能力。耶稣伊安怎做人，伊安怎表达，咱就学习。过来做代志，就种会晓做代志，做什么代志？做布道的代志。咱要传福音，诚做幸福小组的组长甲同工，就是咱要训练这个文道嘛，要这个训练。第2种就是你有照顾人的能力、牧养的能力，诚做细胞小组的小组长甲同工。啊，所以咱现在对2年前开始，咱的这个牧育的团队、培育的团队就开发出这个培养系统。第一就是富强文道学校，专人经新营，昨昏举行4课，就是早日暗，甲昨昏一日。这新会友一个入来，就互伊来学习安怎成做上帝的百姓。4课完成啊，过来参加17课的文道学校，对基础的真理开始，对灵修查经开始，对安怎祈祷开始，对安怎了解圣神、了解上帝三位一体上帝开始，一课一课来教。啊，所以若文道学校读了，咱会知影讲伊即个会友是真完整，伊真清楚，伊是安怎做基督徒。那这个文道学校上了呢，咱怎要栽培伊做领袖啊？咱叫今年开始，咱第一遍要推动文道大学，就是你正做小组长、同工、团契会长，也是会委员，你是教会资深的基督徒，你是中级，就是有机会来读文道大学，因为内面在教你安怎正做是领导者，教你安怎去服侍人。啊，所以咱真鼓励，咱还未报名的，你会当来读看嘛，12课哪定？啊，咱准备要甲缩较底哦吼，互你一个就了解，因为有诶物件你可能捌接触过啊，啊，互你溜过了，你讲哦，原来做一个领导者会安怎？内面包括讲要安怎改变你的性格，安怎甲人相处。要讲话爱用什么讲法，才袂去甲人冲突，才拢真水。最后上关键的就是叫富强的领袖大学啦。富强领袖大学就是讲准备要做中级的，要做小组长的，要做区长的，这个人因安怎领导人啊？所以有真好的课程17课啊，咱嘛要准备讲用一个较密集的训练啊，然后有一个好牧者的营会，然后咱。现在咧推动幸福小组的事工，就是安那密集传福音，就是咱招一群人
过来做密训，要用3礼拜的时间。所以这就是咱意思讲，真期待所有的富阳教会会友，拢经过这套的操练，就亲像一套课程，互你成做一个领导者，对基本的到现今安尼。所以，伊这文道训练有几项的内涵啦吼，建立信心刚强的壮大，建立灵性的习惯，诚做幸福小组的同工副长，诚做细胞小组的同工甲组长，佮有危机处理的能力。兄弟姊妹，这是一个邀请吼。咱真期来讲，我要诚做一个强盛的富强教会的这个会友，我望我是甲这有份的，这是我基本的装备。咱会友要诚做一个受操练造就的进步的，咱就是有这款的期待。所以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讲的是讲，小组事工毋是为着赶流行，也是为着追求，是为着要追求下圣经的教会的牧养。照圣经，咱等于圣经。第二，小组事工是要为着求什么？建造咱整全的基督徒的生命。达成主耶稣大使命甲大诫命这款的目标，所以若兄弟姊妹，你感觉讲这有理哦？牧师伫后来会当搁甲咱分享讲，参加小组有甚物款的心理上的突破。真侪人毋是讲小组嫌小组歹，是我要参加迄个踏出去步有困难呐。他的困难伫倒位，咱有闲再过来分享。最后欢迎富强的兄弟，无论是老会友还是新会友，咱勇敢踏出新的一步，做伙伫新的成长、新的关系、新的互动，伫传福音的中间，愿主成就咱大家人伫主面前的呼求，就是我要望安尼。咱通过小组甲文道训练做开始，